台是罢免掉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吴派业的领衔人，甲国民党的青年军总共有6个。当时有检察官用伪造文书甲违反着告诉法来约谈，了后分别以20万到50万来交保，而且限制出境出海。 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昨到现场声援，早起是痛骂着执政党欺负少年人，是讲甲安尼目屎流，讲爱行政部门互因一个讲法。行政院长杜英台讲，相信检察官会依照事实来认定，若针对个案无要评论。表情担当离开北检。 昨前夜，国民党的青年军赖以进、李浩良等6个人涉嫌推动罢免联署、伪造文书等，以及违反告诉法。问话了后，分别以20万到5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甲出海。台北市国民党的立委甲支持观众知影这个消息，马上往北检来赞声。 国民党的立委罗志强也伫面册顶悬发文章，讲6个英雄的保金我来出，恁毋是孤军奋战。今日刚讲到这件代志，王宏维的警示又完全激动。只是因为他们要罢免的是执政党立委，然后执政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欺负这些年轻人，我觉得真的这个国家还有公义吗？ 汉的老百姓讲，当来的青年军去互欺负，爱行政部门出来解释。罢免团体伫敏感的时期去互调查搜索。面对在野党的质疑，杜英台是安尼讲的：个案就交给检调单位去依照事实证据认定，我没有多任何的评论。蓝不泛绿吗？ 被质疑双标。罢免一年另外一边，吴思瑶的电影也真紧张。面册顶悬破文章，讲这几天受到斩首死亡的威胁。放调讲，连偌清敌也无法度保证你的安全。除了已经向公安单位甲警方报案，也希望所有的人会当冷静落来。让人觉得心情蛮不舒服的啦。这毕竟就是严重的生命跟暴力的威胁，也希望大家要理性。 罢免第2阶段的人数，对于调野的政治攻防到3边的反应，拢愈来愈激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